晚上好，B B，欢迎回来上课。晚上好，老师，谢谢。你去重庆了吗？我去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上个星期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在重庆，你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我玩得开心。你有机会练习说中文吗？我可以说一点儿中文。好的。中国人友善吗？是的，中国菜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去了很多地方吗？是的，我去了很多地方。谢谢啊，B B。谢谢老师。